加原先是龙崎国小土崎分校，因为这边的人口流失，那以至于这边学生就没有学生在这边就读。那当地居民经过里民会议，那决定把这边改为土崎集会所，供土崎这边的民众或是附近社区的民众在这边可以当个集会、开会，还有活动的场所。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龙崎区土崎里民活动中心前身为龙崎国小土崎分校以波的老旧校舍，建筑物使用年代已久且基地不稳，因此龙崎区公所申请中央前瞻计划经费办理改善工程。崭新的里民活动中心近期落成，采用钢骨结构，并在屋顶全面设置太阳光电板。除了提供当地民众更舒适安全的公共空间外，也落实城市绿能减碳的政策。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非常高兴，你看可以来到我们龙崎土崎里看到这个新的活动中心的揭牌落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环保概念，而且造型很漂亮的一个活动中心。最重要的是结构比较安全，因为旧的活动中心结构出现一些问题那为了里面的活动的时候的安全，我们就打掉重练，盖一个新的活动中心。那也谢谢我们各位议员，那在中央垫付款的方面全力支持，让我们工程没有延宕，直接顺利的完成。但是因为在山区，所以它的那个结构上面要再加强。那所以说我们总共前后花了2年多的时间，将近3年。我们也希望说许多的建设不因为偏乡，不因为山区而有所偏废，尤其该给民众的一个活动空间，我们都一定要尽力努力来达成。谢谢中央的补助，谢谢议会的支持，谢谢各位里民的监督，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又很漂亮的里民活动中心可以在这边活动。谢谢。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收看欢迎收看12月22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议会今仔最后一天临时会，其中单纯审查中央补助指定化接管的店付款，不过因为干是文化局预算，议会国民党团以询问当上无回到中山公园的争议来主动，会中各党派各自表态，最后总预算300万，小小删除10万块。台市会最后一天临时会进行23度加审议各项提案，其中新教文化部核定台市300万办理指定化接管，要进行5G 科技的应用计划。市府为了争取时效，请议会先同意垫付。不过因为属于文化局预算，国民党团不满到目前询问当上无依照文字处的审查顺利回到中山公园，所以阻挡预算形成政党对决，各自表态。台南市政府对台南市议会的诚信是一再的被践踏，一再的自打耳光的情形之下，我看不出来文化局的预算，我们删不掉那个黄伟哲的预算嘛，是不是？文化局的预算我们删不掉，是不是？350。当然有人反对了哈。那我们认为，既然我们中华民国，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建议市长把它在那边就铜像立掉，你没公开很大的仪式说好来称赞怎样？那由我们尊敬他的人，我们来举办仪式，不晓得市长能不能同意这种案？如果按那时阵，我想我们要几省预算的也会。很容易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经费，我想也是得来不易呀，所以还是希望说可以就事论事。如果是针对博物馆有任何的异议，我们来做删减来做讨论。但是如果只是因为铜像的部分的话，是不是应该就铜像来跟文资处来深刻的讨论？没有必要在这个预算上去动。预算归预算，对不对？然后那个铜像归铜像啦，这些预算都是应该做的嘛。
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不审？我下面个懂呢？之后有机会来去做一个讨论哈。那我觉得这个不要去影响地方的这个观光的发展哈，所以我是表达支持预算。因为哪里各有坚持甲立场，到法度建设归建设，政治归政治，已经是三言两语会当解决。所以会中议员蔡淑惠提案，认为预算无迫切需求，为了和谐且文化局个沟通，后个月才审。不过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强调，敢不是杯葛，是市府讲话无算话，要求市长反省。我们今天不是在杯葛预算，我们是针对台南市政府说话不算话。如果你们说话算话，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状况吗？市长，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去反省？好，我会去好好反省。那你反省的结果呢？什么时候给我们答案呢？你才刚刚叫我去反省，我都还没有反省结果。还没有反省，那好啊，那今天就不用开会了嘛？不是还没有反省结果，不是没有反省。那我们已经讲几次，讲多久的时间了？是今天才讲的吗？这个问题是今天才讲的吗？不是。对啊，那是什么时候讲的？到现在。最后主席郭信良快速决议，采取300万的经费，删除10万块，和专案结束讨论，嘛暂时停止当上的纷争。当然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上议会伫新查牛城的康芳第3、第4任民进党团3场的交接嘛正式进行。会中市长黄伟哲带领一级主管甲议长郭信良拢到场见证，期待府会和谐来拼市政建设。选立议会临时会最后一天，民进党团第3、第4总召、副召集人甲干事长的3场交接，伫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以及市府以及主管的见证之下正式进行，场面相当热烈。新任总召刘美山表示，明年选举年共款爱心预算责任重大，离府会和谐将是一大要务。容忍这个总召最主要还是要让我们的府会和谐，我们的这个议会在协调沟通这方面呢可以达到一个圆满，让我们的预算早日来通过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那当然也是我对我们议会的期待因为在这么多人都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于为地方来表达他们的服务意愿，那这个都很好。那不过我还是以和谐为主期待未来这个和谐共识让我们的市府能推展这个一些建设。根据台南议会监督联盟的评鉴，第3届议会民进党团的成员拢积极，并无观察名单。加上新任第4届3场拢是溪北议员，毛自深的政治历练，期待带领所有党籍议员迎战2022年。新一届的3长虽然都是第一届担任议员，但都已经是政坛的老将，所以我相信对于一些政策的运作，还有党团的运作，都有非常多的概念。我们也期许，而且另外一个特色都是来自西北，所以说将来对于西北的这个重视程度一定会更多。我们也谢谢我们林总召带领的3长，还有期待我们刘总召带领的3长能够继续为市民的权益把关，以及市民的这个福利争取，以及台南市的建设而努力。这一次在林市长议员带领下的民进党团呢，也充分的发挥了这个的功能。那也希望呢，刘敏山议员呢，秉持这个原则之下，在这个预算里面一方面坚持议员的原则监督市的预算，一方面呢支持市的预算，让整个府会的运作呢能够更加的顺畅，也能够让市政的推动呢能更加的一些顺心如意。府会徛伫和谐个监督立场来全力推动市政，嘛希望打拼得到市民认同。但系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创会40活动来持续拼国民外交，21号暗时举行新任会长交接，由郭进东接任。会长表示，虽然国际上疫情严峻，不过民间的友谊悠然持续，加上国家外交艰难，不过透过民间包容的方式来推广，力量无限。
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21日暗时伫安平举办会长交接典礼，由陈秋丽交棒予第40届会长郭振东。交接典礼冠节文吉，外交部 NGO 执行长王雪红、市长王伟哲、议长郭信良、副市长戴谦、社会局长蓝英基、中华日报社长邵英杰、9.1外勤记者协会理事长罗启俊等贵宾，拢应邀出席观礼。交接运行。台南市会呢，一直以来，今年是第40届了，一直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也跟我们全国的 NGO 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因为你们除了在你们的专业非常的努力，非常的有成就之外，也帮我们国家做了很多国际交流、国民外交，然后呢，也热心公益，然后也热心人道援助，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台湾真的是国际社会的典范。我们国民外交协会的友会的友人这个帮忙，能够帮忙政府打通任督二脉，能够帮忙政府做好这个邦交正式邦交所不能够做的，我们非常非常谢谢各位。第39届会长陈秋丽是外交协会台南市会创会以来第一位女性会长。虽然这2冬受到疫情影响，国际之间的交流更加困难，不过在外交部以及协会干部协助鼓励之下，也予伊相当的安慰。全体会员眷属的大力尊崇鼓励。支持暨外交部政府机关长官们不吝指导下，添补充实空档空间，乃能依稀可见精彩的业务展现。新任会长郭振东表示，疫情严峻，和国际难以交流，不过民间的友谊爱持续交流，未来也会透过更加圆融、包容的方式来推广外交。在疫情严峻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往好几年都一直是在一个无法做一个好的推广。那我们也期待未来，也就明年的一个整个状况，如果疫情的一个缓解，那我们希望能做到国与国的一个民间的一个组织团体的一个联系交易。那另外我们在国内的部分，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因为借由国民外交协会在国内这些会兄会姐就是大家的联谊，在一个更圆融更包容的一个状态下来推广国民外交。新任会长郭振东指出，虽然目前无法度出国，不过外交协会随时已经准备好只要等疫情趋缓，伊将会率团前往韩国、蒙古进行国民外交。若是疫情真无法度，也将推动线顶以及文书交流，和国民外交的工作持续运作，未中断。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台南今年12月份真正是热闹滚滚，除了每礼拜拢有活动、市会圣诞点灯、甲花卉展览等系列，拢使人期待。其中二中杯城市花农装置艺术的比赛，上午嘛正式开幕，要对24号开始，予市民大开眼界。台南市会为了延续圣诞甲过年欢乐的气氛，除了延续旧年备受好评的大型花卉展览以外，嘛首次结合插花协会、中华花艺设计协会、新国际花艺协会等10个团体举办城市花农的装置艺术比赛。上午开幕式的记者会中，议长郭信良甲在座议员无分党派拢出席收听，邀请大家拢来欣赏独一无二的创意。这场是结合了装置与花艺精巧的大师级的这个竞赛，是台南市第一次的举办。听讲呢，周先生理事长呢，这届呢特别邀请到专攻所有花艺界的这个各大资深及专业的人士，在花艺界都有很有响叮当的团体，能够集合来到台南，为这次的花艺呢来贡献他们的因的手艺甲因的才能，会使讲是大师级的啦吼。这届呢会展出会使讲，互人耳目一新，嘛会当互咱全台南市
所有的市民呢来到台南市议会，看到这各都台南市会使讲是一流的顶尖团体做出来的物件，互咱大家用世外桃源一般的美丽，充满着欢喜。对啦吼，邀请到咱全国啦吼最顶尖，而且呢最负盛名哦，拢有20-30档的这个主力的这个团体，所有的老师拢伫这届呢要表现因上水上有艺术的这个意境方面来做一个展示，互咱社会大众呢，互咱大家呢会当呢，而且呢感受到大自然花水感受到这个花艺设计这个水呢会当呢带入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会当呢，互咱的环境，互咱的周围大家更加身心灵都很美丽。用花嘅设计精神来展现台南的水，互艺术更较有美感。希望请济民众拢来参观，到时嘛评选出优秀的作品。活动定期10天，将延续到1月2号。假日也有花艺家己动手的创作，欢迎亲子朋友做伙来感受。城市花是啦。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了提供媒体所用，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甲中嘉集团进行了3项合作，透过左右工作坊，针对学生甲一般大众开发出4种的左右，让大家伫耍游戏当中来学习。嘛欢迎各级学校甲社团上网申请免费列印。画面现场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与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举办的玩桌游推广媒体素养活动。报名参加的民众与乐龄长辈聚在一起玩桌游媒体生存战。每位玩家各自扮演一家媒体，使用策略来赚钱，想办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游戏的过程中，让民众体会到看到媒体讯息的同时，要判断讯息的真假，避免成为被媒体操控的对象。然后在第一场推广活动当中呢，印象让我很深刻的是，有一个阿姨在玩的过程当中呢，她就询问我们说：“我们出这么多策略牌，但很多都是攻击性的。那这样攻击性的策略牌，这样不是在教导我们就是要一直攻击别人，跟去骗别人吗？但实际上呢，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体验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媒体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互相竞争，然后必须。”透过一些策略，对，然后生存下来，对，所以必须有这样的方式跟手段，但是也进而希望大家可以去反思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么多资讯，面对这么多媒体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反思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要如何去判断它的真伪，然后要如何去判断这些资讯，然后让我们可以不被媒体所操控。那我也想要分享一个，就是在推广过程中收到一个很棒的回馈，就是其实也是像承接刚刚子婷讲那个阿姨的那个心得，就有一个北北，他其实一开始拿到的所有的策略牌都是属于攻击人的策略牌，那他就觉得他不想要使用，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清流，想要维持正向的媒体、正向经营，也因此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得到的分数跟回馈其实是相对少分，但其实他就一直坚持这样子使用他的正向经营策略，结果到最后的游戏结束后，他得到的总分跟他的因为这样子坚持自己正向经营策略的结果得到的总分跟钱都是最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一场收到的最大回馈，会可以告诉我们说，就算你坚持使用自己的正向经营的方式，也不一定都是得到不好的结果。为了加强推广媒体素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与中嘉集团进行产学合作，透过桌游、工作坊等多元的课程设计，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与。
民众来说，他们其实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叫媒体识读或者是媒体素养这种东西？那还问我什么叫素养？那我就跟他们讲，就是你要辨识媒体的能力。好，那后来听到说，突然间这有个桌游的体验，所以呢，那一天来听讲座的人马上就全部都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有很多人就是那天讲座来之后，他继续来，他觉得这个体验让他更加深，就是在媒体素养方面的概念。那之前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媒体的素养有这么多的一个层面，蛮深入的这一层。那今天透过这个桌游的游戏呢，接触到蛮多的一些媒体不同的不管是正面、负面，各种的一个手段方法，还有就是我们对媒体的认知，以前从非常表层到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深入，甚至还有蛮多比较专业的一个专有名词的认知。所以今天我觉得透过这个游戏，让我们可以说获益匪浅。在桌游工作坊的脑力激荡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分别针对国小、国中、高中和一般大众，开发出了4套媒体素养主题桌游。台师大大传所也欢迎各级学校和社会团体，可以到台师大 USR 媒体素养推广基地脸书专页填写桌游线上申请表单，就可以自行列印桌游电子档，透过玩游戏来学习媒体素养的概念。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今年因为疫情造成多数工业团体募款更加困难，所以统一超商为了带动民众投入小额捐款，所以启动了 App 线顶的捐款行动。民众只要捐500块，就当领到一杯中杯的咖啡，也请民众踊跃响应。21号上午，伫林德的休息站举办统一超商的年尾联合物资募集的活动。现场由漫飞天使为大家带来精彩爵士鼓表演，还有歌剧的演出。对因的表演会当看出因伫咧准备的过程中非常的努力。现场的贵宾嘛，忘情的来对咧节奏拍手，专心投入伫因的表演内面。来协助社会比较弱势的团体那统一超商，我看了一下，它有一个Open Point 的 APP 然后募资来协助各位这个相关的慈善的团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那利用国道这个服务区这个平台把这个活动推广出去我相信富有爱心的人是已经是相当多的尤其国道来来往往大家把那个爱心激发出来我看这个活动今天跟明天嘛在这边嘛再继续往下去继续做这个募资活动募集捐款的活动的启动，统一超商佫一摆发挥企业的影响力，希望当帮助着公益团体来度过寒冬，并特别开通 Open Point App 的线顶捐款功能，让民众会当更方便来进行小数目的捐款。那单笔的捐款满500，就会当得到一杯中杯的 City Coffee Latte。服务区我们对公益都非常的一个重视，那也非常投入非常多的一个心力包含之前我们在举办的1块做公益，或者是消费3倍回馈赠的一个概念，还有包含今天联合各位共同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联合物资募集的一个活动。那我们都希望能够秉持高工局长官给我们的一个指导，他常跟我们讲说，服务区的一个经营，除了要满足用路人各项的一个商品的需求、服务的一个内容、清洁服务以外，很重要的能够发挥服务区的一个平台公益的一个角色啦。在准备过新年的快乐月份当中，唔通放袂记做伙动手来做公益。对12月31号到1月23号伫林德的休息站的 7-Eleven 参与捐赠的活动，就会当免费来得到咖啡券，互寒冷的冬天做伙会当充满温情。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2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